这是咱们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6章第1节到第3节，以弗所书第6章第1节到第3节。现代中文译本伫300页的所在，台语汉译本伫223页的所在。我要读的是台语汉译本，以弗所书第6章第1节到第3节。第1节，做囝儿的，恁惦伫主，着顺趁恁的父母。因为这是应该的，着孝敬你的父母，这是头一条有甲应允的戒，要互你亨通，长岁寿伫世间。以上愿上帝祝福，愿意听伊的话，搁安尼来行的人。这是咱要请咱所敬听的蔡牧师来传讲信息。题目是木星系列第2讲好心，请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母亲节，愿上帝亲自祝福，互咱在座所有担任母亲的，拢会当充满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母亲节这个日子是一个快乐感恩的日子，咱伫遮孝念咱的老母过去安怎疼咱，也爱学习安怎回应老母的疼。我相信在座每一个做老母的，今仔日应该拢会真快乐因为等下咱的逝世应该会带咱去食青草，还会送咱礼物但是今仔日过了后，毋知明仔载开始，做老母的敢毋通继续欢喜落去牧师歹势啦，大家问啦惊问这破坏气氛但是咱来理解就是讲，母亲确实是一个真辛苦的工作。因为伊爱同时扮演真侪无共款的角色，咱的母亲伫厝里爱做管家，平常时爱做多子师傅，这3顿拢爱想讲爱变换什么菜色，咱厝内底人才能得到健康。囡仔破病的时阵爱做护士，囡仔咧学习的功课的时阵爱做老师，有时阵佫爱做司机，有时咧处理这家庭的经济的时阵。斤斤计较，那亲像聪明的会计师同款。有时阵厝内底人心情忧闷的时阵，佮爱做心理辅导师。所以总共来看牧师迄个母亲可能是一个真好的牧者伊负担的工作实在真大。我捌看过一个报道，这是根据咱儿童福利联盟的调查。现代台湾的母亲迄个痛苦的指数哪来哪悬，当然是因为咱社会治安不良，所以真侪母亲会担心囡仔安全，以及失业的人口增加，家庭经济出现危机，这拢是母亲痛苦指数增加的原因。但是，互母亲上解痛苦的原因，其实是出伫甲囡仔的关系。有真侪母亲伊埋怨囡仔无了解因，甚至囡仔的作为互因感觉伤心，因为亲子关系的破坏，互真侪老母真无快乐。咱知影一个人甲别人的关系无好，伊自然而然伊就袂快乐。母亲甲囡仔的关系无好，安尼快乐袂起来。关系要好，两方面拢爱做调整。所以虽然今仔的信息是对囝儿甲查某囝来讲，咱来友好，但是做父母的也当透过今仔的信息来调整家己的心态。所以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你的面前静静，用安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求主帮助阮，互阮有属天的智慧，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语的意思，也通照安尼去行，互阮本身得到利益，互你的名得到荣耀。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首先来看一段经文，这是伫箴言23章的25节，讲你着互你的父母欢喜，互生你的母亲快乐。
所以这是咱在座所有做人的囝儿查某囝，需要学习而且实践的，爱互咱的父母感觉安慰，感觉欢喜，互咱的老母心中充满快乐。咱来理解来讲，咱的信仰其实是一个真有伦理的信仰。特别咱看旧约，所有诫命的基础就是10条诫。10条诫其中的第5诫是啥物？爱孝敬父母。爱孝敬父母，通互你伫我要收拾你的土地顶面，会当享受长岁寿。所以这是上帝诫命的一个真重要的基础。咱应该爱透过圣经的教示来学习安怎用友好的心来互父母欢喜。咱知影即个友好其实爱有智慧啦。你若无智慧迄个变做愚妄的友好，这毋对。所以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咧看即个，咱有即个民间故事内底有即个叫做24孝，对无？我就感觉讲24孝内底较像有一寡毋是讲做有智慧呢譬如讲有一个叫做卧冰求鲤，大家知无？讲有一个人的后母对伊无好，但是伊足友好的。天气寒冷的时阵，连这湖面拢结冰。这后母想要食这个鲤鱼所以这囡仔拢安尼为着要去掠这鲤鱼这湖面结冰，无法度拢烫拍伫这个湖面顶面，互这个冰扬去讲安尼好心感动天所以跳2只鲤鱼出来，拢摕去煮互因后母食我常常咧讲，若阮囝做即个代志，可能我会夜吹来讲为虾米？天气遐尼寒冷，煞袂晓摕一支猪头去掘即个冰就好，就去烫把菜去拍伫即个冰顶面所以这就是无头脑、无智慧所以牧师认为讲，咱要友好有若爱用上帝所赏赐咱的智慧来友好父母咱来知影，随着即个年龄的改变孝敬父母的方式爱改变。咱甲父母的关系无改变，迄种疼的关系无改变，但是你方式爱改变。父母对囡仔嘛是相共，你照顾你的囡仔，你会帮助这囡仔会当独立自主嘛？咱细汉咧带这囡仔咧学行路，咱会来扶咧对无？但是如果你永远无要放手这囡仔永远袂晓行。所以负责任的父母，就是伫适当的时间爱放手，互伊会当独立自主。总袂当讲你囡仔，你细汉用汤匙来饲糜互伊食，到伊直大汉你拢无要改变，永远拢要安尼。安尼你会训练出一寡叫做妈宝，还是讲爸宝的即个囡仔，或者囡仔袂法度成长。相反，囡仔对父母疼的回应，嘛爱做改变。伫无共款的时期，咱会当用无共款的方式去孝敬父母。所以牧师今仔要用3个阶段，伫咱人生的3个无共款的阶段，用无共款的方式来遵行孝敬父母的即个命令，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当透过安尼，互咱的父母得到欢喜快乐，也互咱的家庭充满上帝所赏赐的福气。所以第一项，牧师要分享的就是讲，当咱遐细汉的时阵，也是讲咱中间有迄个囡仔。抑个真细汉的即个时阵咱甲伊的关系中间爱教示这囡仔安怎孝敬父母，就是爱帮助伊用顺从甲孝敬来回应父母的疼。伫咱年纪抑真细的时阵，咱爱对父母需要听叹爱顺从孝敬。咱拄则所读的经文。咱来看和合本的圣经，这是和合本的圣经，因为和合本的圣经伫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有一个真重要的所在无翻译出来所以咱来看和合本的圣经。咱拄则读迄个台语汉语本的，即句有翻译出来伊讲恁做儿女的，爱伫主内面听叹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爱孝敬父母，互你得到福气，伫世间长岁寿，这是第一条大应允的诫命。咱来注意，保罗先生咧讲即段经文中间
真重要，就是讲父母甲年幼的囡仔，这囡仔还未成长，有一个真重要的关系爱建立。就是囡仔爱用顺从甲孝敬来回应父母的听。这中间有两个真重要的信息。第一个就是讲，伫厝内面爱听谈，听谈父母的教示，这是儿女上界重要的本分。因为当咱抑个年幼的时阵，抑未独立的时阵，父母为着帮助咱成长，父母有责任嘛，所以上帝予伊有权柄，咱伫父母的管辖监督下面来成长。所以这个阶段的父母是对囡仔有责任哦，咱来负责任来引带囡仔行伫正路。所以如果若父母无负起教养的责任，递到这囡仔行出偏差的行为，父母爱负连带的赔偿责任嘛。咱拢理解，咱的法律嘛安尼定。所以伫咱搁细汉的时阵，父母对咱有权的时阵，咱爱顺探父母。但是伫遮有一个原则，有一个范围。圣经同咱讲，爱伫厝内面听探父母，意思是讲咱做父母的爱听主的命令，照主的教示去帮助囡仔成长，安尼囡仔才爱听探咱。若你无要照主的教示，拢要用人的想法去教这个囡仔，这个囡仔若无顺探咱，这圣经中间嘛是咱讲，若父母用错误的方式教示囡仔，囡仔若明白这个道理，明白道理的话，会当莫顺探。所以做父母的是真要紧的，就是爱伫厝内面，爱伫厝内面教示囡仔，囡仔伫厝内面爱听探父母。当然，如果咱若做事实，或者父母无用主的教示教示咱嘛爱用谦卑恭敬的态度，来向父母解说讲袂当听谈的原因。但是做父母的真重要，就是爱用主的教示来教示咱的囡仔。第二项就是囡仔爱孝敬父母。这孝敬是包含顺从、尊敬、甲爱护，互咱的父母感觉喜乐。孝敬就是讲表示尊重，尊重是表现伫咱的行为甲态度。咱知影有的父母真疼囡仔，我拄则看大家咧看这囡仔咧唱歌的时阵我看父母比这囡仔较欢喜。我伫台下顶拢看大家有诶来翕相啦有诶笑眯眯阿公阿嬷笑眯眯咱听咱的囡仔。但是咱爱知影有一个原则，咱拄则讲爱用主的教示来教示因，因为咱爱理解，如果听囡仔听到尾啊，囡仔无尊重父母，将来伊就袂尊重上帝。所以咱来理解来讲，咱爱帮助纠正这囡仔，互伊行伫即个主的道路顶面，安尼囡仔将来较会了学习安怎去尊重父母、孝敬父母。而且这段经文，互咱一个真重要的应允。伊讲，互你得到福气，伫世间会当长岁寿，这是第一条大应允的诫命。而且咱来理解这伫世间长岁寿这个代志，毋是简单指咱伫人生中间的活命。因为咱知影这条诫命是对旧约来的。所以，如果你若去看旧约即个原本的即条诫命的内容，咱就知影譬如讲，你若看《申命记》第5章16节，伊是讲着孝敬父母，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面上会当久长。所以这是表明讲，咱承受上帝互咱的产业会当久长。意思讲，咱若遵守上帝的诫命，孝敬父母，咱会当承受上帝永远的应允。所以这是圣经的一个真重要的应允，咱来孝敬父母，互咱会当伫上帝互咱的产业顶面久长来徛起。这是第一项，就是伫细汉的时阵，咱来伫厝内面听探父母，孝敬父母。但是当咱慢慢长大了，咱就发现讲，咱的父母嘛是有缺点对无？伊的判断嘛无一定完全正确。特别是咱大汉了，咱家己有独立自主了，咱会发觉讲，
其实咱的父母吼，甲咱相款，毋是一个完全的人，吼所以咱这个时阵爱学习，爱体谅，爱接纳。咱知影接纳，并毋是表示你会假做讲咱的父母真完美，也是讲忽略因的错误。接纳嘛，毋是逼咱去同意讲，因一切所做的拢是正确的。有人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吼，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其实这毋对，咱每一项拢是软弱的人，咱每一项所做的判断拢有缺失。所以咱要接纳父母，意思是讲，咱爱明白咱甲父母中间的关系。接纳伊是一个无完全的人，爱徛踮伫伊的立场去看咱中间的关系。咱来比较较体谅父母伊的立场。所以牧师有2项建议。第一项，咱爱用心、耐心去听父母对咱所讲的话。当你渐渐长大了，你可能开始有家己的意见甲想法。虽然你无一定爱被要求接受父母所讲的一切建议，但是你绝对毋通轻看因的建议。你可能会当无同意父母讲的话，但是爱尊重伊，爱听了，咱来做反省，这就是一种接纳。特别是咱听的过程中间，咱爱去感受到父母话语中间的听。其实咱在座有一寡青少年，特别是拄则第2场一寡青少年，我咧讲这点的时阵，因拢点头。我讲你渐渐大汉了，你会感觉讲奇怪，父母较愈来愈啰嗦了，较拢爱常常爱伫咱的耳孔边一直念，心肝咱拢想讲毋通阁再念，毋通阁再念啊。但是咱来理解，父母今仔日愿意对咱提出建议，还是讲伫咱耳孔边啰嗦，主要是因为伊真重视咱，真疼咱。所以咱毋通藐视啊！圣经中间讲，你爱听趁生你的老爸，你的老母老嘛袂当藐视伊。所以父母，咱爱听着啦，父母对咱交代的话后壁面的听。我会记得我去成功岭，大学的时阵去成功岭受训。当然成功岭你就无法度常常甲厝内底联络。我成长的过程中间迄个去成功岭是第一遍离开家庭遐尼久的时间。迄阵嘛无法度拍电话联络厝内底，只会当接到厝内底写互我的批。我会记得我接到我的老母的批其实迄内容是真简单，就是交代讲你爱家己保重，爱注意家己的身体，爱听即个长官交代的这个代志。迄拢是真平常的物件，拢是常识啦。但总是我看了迄个批迄目屎都淋落来，因为我是看到迄批后壁面老母对我丰富的疼，丰富的疼。所以，咱咧听老母对咱讲话，老爸对咱讲话，咱来去听出伊讲话讲这话的动机啊！爱耐心去听，这是对伊的一种体谅，也是一种接纳。第2项，咱来学习包容体谅，包容体谅。咱来理解，咱的父母因为有软弱的时阵，咱来徛踮伫伊的立场去思考。所有的代志，圣经中间人讲，家庭是建立伫智慧甲谅解的基础。这段经文人讲家庭有2个真重要的要素。第一，就是讲咱爱用智慧去建立彼此中间的关系。第2项，毋是干那用智慧尔，毋是干那用知识尔，咱也爱用谅解。这谅解就是同情，就是疼，爱徛踮伫对方的立场来想这个代志。可能咱的父母咱有真侪囡仔拢会感觉讲，我若生踮伫别人的家庭我可能较幸福。我的父母毋是真负责任真正其实所有的囡仔拢会感觉，拢感觉别人的父母较疼伊的囝。但是你爱徛踮伫恁父母的立场去想这个代志，因为你爱理解一点。
你的爸母若无生你吼，因会加足轻松。吼，像我最近吼，会使拢爱起来叫我后生起床吼。伊因为伊下暗拢总爱困，啊，佫做好困吼，所以会使拢爱叫20-30遍较叫伊起来。有时叫伊起来穿一个衫，爱一边穿佫一边困，啊，溜啊无溜好，啊我若无注意者吼，啊伊佫困去啊，啊佫叫起来吼，叫啊真艰苦。啊，但是我想着我细汉时嘛是安尼啊，吼，我迄阵阮住伫迄透地厝，我住伫3楼，阮老母伫1楼咧准备迄个早顿，啊，我拢叫袂起来吼，一直大声叫，一直大声叫吼，啊，甚至叫阮小妹斗叫，我叫无啥会起来，叫到尾啊吼，连阮隔壁吼有一只迄莺歌吼，拢会晓叫我的名，蔡正道起床哦，起床哦，哥哥起床哦。啊，所以吼，我即摆咧做即项代志的时候，我就想着讲，过去我的老母嘛是安尼，真辛苦咧对待我。啊，所以咱每一个人拢相共。如果咱的爸母若无生咱吼，其实因为咱过了叫做轻松啦。吼，啊，所以咱爱徛踮伫伊的立场顶面，去想这个代志，去体贴伊，去包容伊。伊无法度满足咱完全的需要。有伊的立场，有伊的困难，这是咱长大了。然后牧师要甲大家讲，进入第3个阶段。当咱的爸母年老衰弱的时阵，咱爱用感谢甲奉养，供应伊的需要，来回应伊的疼。咱爱理解吼，当爸母的年纪渐渐大了。伊的心理吼会陷入一种无安全感，因为吼因哪无人重视因的看法，吼，咱的爸母的年纪哪大，因所受的尊敬就哪少，因会被肯定的所在就哪少。咱理解，过去会当甲因互相肯定认同的同辈朋友，可能有人种衰淡啊，甚至拢离开因啊。社会中间也无搁再需要因的技术甲经验啊！啊，因长大成家的遮囡仔，可能拢家己无用家己的事业甲家庭中间，所以因会哪来哪孤单，哪来人感觉讲啊无被肯定，甚至若较消极的感觉讲啊，我家己可能无路用。啊，所以伫即个时阵吼，咱着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回应爸母。来友好爸母，但是伫遮牧师吼，先跳出来讲另外一件代志。如果你目前年纪已经大，你若感觉有即款的想法，讲啊，我感觉哪来无受到肯定甲重视，啊，我感觉家己无路用吼，你一定要调整。你要徛踮伫囡仔的立场来想遮个代志，你囡仔嘛承受真侪压力咧。咱遮有真侪少年人，也是讲中年人，伊顶面爱服侍爸母。啊，下面爱养饲囝儿，你看伊压力偌大，所以如果你若是长辈，你爱徛踮伫你囡仔的立场来想，你若较济想遮，你的心也会当得到透放。但是伫遮牧师嘛要勉励所有做囝儿甲查某囝，如果你的爸母年纪已经大，伫即个时刻，因需要被你的感谢甲肯定。你要肯定爸母对你的价值。只要因也活着，爱不断表达你的肯定甲感谢。要安怎做？实际上你会当常常爱开时间，甲你的爸母讲你的心事，讲你的工作，讲你厝内中间有啥物款的问题，找因参详一下。特别因可能无法度，互你啥物款好的建议来解决你的问题，但是你会当拜托因替你祈祷。将你的代志放伫因的祈祷中间，而且感谢伊为你所做的一切，感谢伊伫过去、现在、甲未来要为你所做的一切，这就是肯定爸母，来表达因对你的意义真重大。安尼，互因感觉心内充满愿望甲快乐，而且爱趁你爸母抑阁伫的时阵，都常常去表达。对因的感谢，
牧师甲大家讲过一个我的经历嘛，我讲当阮老母过白色的时阵，入牧师的时阵，礼仪公司的人摕一蕊花叫我来献花。迄个时阵我心中充满了后悔。我想着讲，我顶一遍送花给我的老母是我大学毕业的时阵，因为有人送我一束花，讲我大学毕业嘛，我为着感谢爸母，感谢我的老母，将这笔花送给伊。了后这中间，我拢无阁送任何花给我的老母。我实在非常后悔，所以我甲老母的关系真好，也有送一寡礼物给伊。但总是，迄个献花的时阵，互我感受到讲，我对伊表示的感谢，抑阁是太少的。所以，如果你的老爸老母也伫的，紧把握机会，常常向伊表达你心中的感谢。我拄则讲过，一对父母要养饲的囡仔长大，爱开真济时间甲精神。简单对经济方面来讲，咱根据调查，要养饲一个囡仔，对伊出世到伊大学毕业，普通的家庭差不多爱开500万。那搁较投资搁较济，差不多爱开800万。咱的父母就是遐尼用心，欠长内度。来扶持咱大汉，所以要适当的时间把握机会，紧向伊表达咱心中的感谢，肯定伊过去对咱所做的一切。第二项，爱奉养父母，就是讲你爱补满父母伫物质上的欠缺。咱来理解，这是圣经中间的教示。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4节讲，如果一个寡妇就是失去丈夫的瓦壳，所以如果若有儿女甲孙儿女的，这后辈就爱先学习安怎伫厝内底尽孝道来报答父母甲阿公阿嬷，因为这是上帝所欢喜的。这当然提醒你讲，无论你伫教会中间奉献偌济，表现偌好，你的家庭中间，如果你的父母还是讲你的阿公阿嬷，伫经济上的需要有欠缺的时阵，这都毋对。咱来供应因伫经济上无烦恼。有的人讲，阮老爸都趁比我较济，我敢主要表示，当然爱表示啊，当然爱表示，因为这是你表示你对伊的尊敬甲友好。你照你的收入的多少，你来分配。但是袂当完全拢无，这是咱对父母的一个表达一个真重要的友好的一个行动。过去我伫南部牧会的时阵，阮伫教会中间，我拢推行有教会的目标、家庭的目标、个人的目标。其中伫家庭的目标，就是即项爱放伫内底，每一个月定时定额爱友好父母。这是咱应该会当做的。咱在座如果若抑个细汉无收入的，比如讲阮2个囡仔，即摆抑个咧开钱，因无去趁钱，因嘛会当表示，过年的时阵，因嘛会当互我红包，啥物红包？内底放迄个兑换券，捶背5分钟，洗碗1次，负责家庭内底的代志，这嘛是对父母的一种疼的回应，上昨下暗，伊毋知是为着要表演还是安怎，阮牧师娘讲伊腰会酸，所以2个拢带牧师娘抓铃，虽然是技术无好，但是牧师娘嘛真快乐，所以咱来适当去表示咱对父母的感谢，这对因来讲是真大真大的意义。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学习伫无共款的阶段，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友好父母。如果你会当安尼做，我确信上帝要赏赐咱的福气，就临在咱的家庭中间。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的话，互阮一遍提出警醒，互阮学习安怎经营阮的家庭。
就是透过体贴，透过互相包容，以及孝顺父母、孝敬父母，来互阮的家庭领受对你遐来的福气。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在座所有做老爸做老母的，拢充满欢喜喜乐的心。阮在座做囝儿查某囝，拢会当尽力去孝敬父母，来互你的名得到荣耀。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